經過嘅安泰嘅災難，佢當然如果難接受事實，心肝肚也有過太嘅傷，故所也有過到心地輔導團體嘅志工同醫生，對全國各地祈禱在起，希望是得安慰災民，希望是得聽數疑難，提高用亞內門鄉嘅順祥宮收容中心，如可能到專業醫生同志工為災民提供心理服務。災民款待一包一包，是由4個sản婦同意生產基督，同時加單位生產機，將產婦寫到動槍裡。一個小型嘅愛心生產站係由3線嘅企業建出來，俾災民使用嘅，同時每棟主都給提供嘅曬產婦嘅服務。給我們方便，也是蠻感謝他們啦。還有那個漂白水啦、洗衣粉、刷子，還有那個人工刷的那個板子啊，都有。覺得說，真的很方便，因為我們在這邊的話，我們來到這邊，如果說沒有換洗的話，可能衣服都會堆着蠻臭的。醫順賢局主用中心度，唔但請有專業嘅醫護人員，未提供災民心靈上嘅輔導，包含生命線，還有醫院嘅身心科醫師，希望做啲批定災民，行過田橋過啦。那我早上沒有啲推白，下南嘅宜天蒙人喜樂合唱團為災民帶來一條一條感動人嘅歌曲，希望做啲用音樂而俾佢哋唱誦嘅心理。那我們通常就是會主動出擊，對，去，比如說透過一些傾聽啊、同理的一些技巧來幫助他能夠慢慢的走出這個親人失去親人的一個傷痛這樣子。我們可以像一般的國軍也好，或者救災的單位一樣，盲包愛心也不漏人後。那也透過我們喜樂的歌聲，能夠安慰多日來我們鄉親的一個憂傷的心靈。條下嘅災民談到同一份，而從槍時唔記得咧，傷痛同煩惱。啲在後各個山線嘅人士同團體都發揮愛心，幫大家看到咧，人世間一來都有溫情。下個新聞小報號5句高雄報道。